你正在收聽 One Way Radio 嘅每日靈修節目，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嘅話語同埋生活經歷寫成嘅材料，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，每日都得到更新。有時候雖然知道上帝已經赦免，仍然好難擺脫罪惡感。我哋會自問，係咪自己唔配得上帝嘅愛？過去嘅錯誤係咪令佢好失望？有冇可能上帝係唔需要我哋去彌補，只希望我哋願意親近佢？因為上帝嘅赦免唔係基於我哋嘅行為，而係基於佢自己，也基於佢對我哋嘅愛。今日2025年5月2號，每日靈修節目邀請各位聽眾與 Sara Limado 作者一齊思想上帝嘅話語，主題係因着我。每當我聽到上帝嘅聲音，我都會閱讀以賽亞書。我對佢嘅話好着迷。上帝唔僅係單方說話，佢亦會談論對話。為此，我嘅心被觸動。有一日早上喺上課之前，我讀下聖經，我偶然讀到一節至今仍係我最鍾意嘅經文，就喺以賽亞書43章25節。唯有我為自己的緣故，塗抹你的過犯，我也不紀念你的罪惡。我凝視着呢段經文，我嘅心好似想跳出嚟，進入咗佢神聖嘅話語之中，並完全沉醉。我感受到一種強烈、明確嘅愛，一種奇妙又令人難以置信嘅愛。我知道已經得到上帝嘅赦免，我已接受呢份饒恕，但喺內心嘅深處，我仍然無法擺脫一個念頭：我真係好壞啊！然而，當我讀到呢節經文，上帝徹底扭轉咗呢個諗法，佢使呢句話觸動我內心嘅每個角落，直到我明白呢個真理。我想象好似上帝正在對住我講呢番話，好似佢正在同我坐喺間房，彎低腰翻開聖經，溫柔說：因着我，你得蒙饒恕，唔只係為咗你，亦係為咗我自己，因為我想讓你親近我，我想同你喺埋一齊。呢節經文喺上帝斥責以色列人唔獻祭、唔呼求佢之後出現㗎，相反佢哋卻倒使我因你的罪惡服怒，使我因你的罪孽厭煩。以賽亞書43章24節。我有幾多次對上帝做過同樣嘅事？我曾幾多次講過我愛上帝，但行為卻完全相反。我數都數唔晒，實在太多啦。我一直渴望證明我對佢嘅愛，因我一直認為我嘅罪掩蓋咗呢份愛。我只係想靠近我愛嘅嗰一位。原來完全唔在乎我嘅因素，單單在於上帝對我嘅愛，係一個偉大嘅故事。而呢個故事嘅起因不在於我，
往後我一直隨身帶住聖經，我無法與呢份愛分離，嗰份愛一直喺我心中回盪。因着我，呢個原則貫穿整本聖經。上帝為咗佢自己而赦免我哋嘅過犯，因為佢創造咗我哋，並渴望與我哋親近。喺下一章中，以賽亞書44章23節記載：諸天啊，應當歌唱，因為耶和華造成這事；地的深處啊，應當歡呼，眾山應當發聲歌唱，樹木和其中所有的樹都當如此。因為耶和華救贖了雅各，並要因以色列榮耀自己。請擺脫我真係個壞人呢個諗法，因為上帝已經忘記咗你所有嘅罪，佢救贖你，佢愛你，佢讓我哋自由地活喺喜樂之中，歌頌佢。佢希望我哋永遠擁有一顆喜樂嘅心，因為我哋有充分嘅理由歡欣鼓舞。如果你已經祈求赦免，佢已經賜咗俾你啦，咁點解你唔接受呢？上帝所賜嘅救贖係一份令人歡樂嘅美好禮物，請珍惜佢俾你嘅禮物。我哋一齊禱告。我親愛嘅上帝，感謝你愛我，赦免我，唔係因為我配得，而係因為你自己。好多時候我責怪自己，忘記咗你已經洗淨咗我所有嘅罪。今日我想放下呢個重擔，想更親近你，求你幫助我活喺你所賜嘅快樂自由中，並永遠銘記你嘅恩惠喺我嘅生活中，只因你嘅名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各位親愛嘅聽眾，上帝嘅愛唔係我哋努力讓自己配得接受，或者努力去捉住，呢份愛一直都在，隨時傾注喺我哋嘅生命中，所以唔好讓過去或者自卑感阻礙你，請完全接受上帝嘅愛以及赦免，享受佢為你預備嘅喜樂，因為呢個唔係我哋嘅故事，而係關於上帝，係上帝對我哋偉大嘅愛。各位聽眾，祝你過着蒙福嘅新一日，明天再見。各位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主耶穌，抑或你有任何難處、顧慮，想同本節目分享，歡迎你喺下面留言，喺 Facebook 嘅專頁網址，或者電郵至chiase@oneway.vn。主耶穌愛你，本節目盼望與你聯繫。